光是有光。 有阳光，尊贵看地而乐，因为伊是咱宝座顶的上帝。来敬拜伊，咱一声来而乐。 定的有光，伫宝座顶的有光。伫咱的生活中，常常会拄到困难。 有悲伤，嘛有欢喜的代志，请你开你的心，请你甲你的主讲，主啊，我即摆就爱独独来敬拜你，求你引带我，伫这个时间，咱放下任何的困难、烦恼、独独。 来，伫伊的圣殿中来敬拜伊。我要学你名名，哦主，学了性命，学了你性命，哦主，因为你性命，只管靠你学了主啊，我要学了你性命。 我要学了你性命，哦主，学了你性命，哦主，因为你性命只管靠你，我要荣耀你性命，我要荣耀你性命。 我
了你信仰，哦主，因为你信仰，尽管抗敌。哦主啊，我被领了你信仰，我被了你信仰，领了你信仰，领了你信仰。哦主，因为你信仰，尽管抗敌。哦我被领了你信仰，哦主，领了你信仰，哦主，因为你信仰，尽管抗敌。哦因为你信仰，因为你信仰，尽管抗敌。咱继续用虔诚的心，主讲，主啊，求你的性情锻炼咱，咱伫咱的生活中加添咱的信心。我知。无论拄着偌难的困难，还是忧伤，咱有一个主会当倚靠，啥物任何的代志，任何的代志，拢会当甲伊讲。咱即摆着开口，求主带领，求主的信心。来到咱的中间，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间虽有劳苦重担。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间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求你领来，使我自由。咱即摆用觉欢喜的心情，继续唱这首歌来娱乐咱的上帝。我心中。
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自我。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间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求你领来使我自由。这是请兄姐起立，做伙共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至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39篇，上诗也是以赛亚书第2章，伫圣诗的后面1069页。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众山的顶面，万国拢会一起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伊会将刀拍做犁头，这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祈祷，即时请咱同心来祈祷。掌管宇宙万面的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经过过去的平安，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过去的时间，涉事有犯的过错，我很诚心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撤销我的过犯。外出的兄弟，求你保守因脚步的平安。身体有欠安、心神软弱的兄弟，求你亲自医治安慰因。这是伫咱当中礼拜兄弟，无论是现场还是线顶礼拜的，保守阮出入拢有你的平安同在。天父上帝，伫这个全球极其变化的时代，特别是新冠病毒悠然伫世界各国。还未受到控制的时刻，一时间，互阮感觉连呼吸拢受到限制，无法度像平常时自由来呼吸。
甚至全球天气的变迁，造成侪侪灾难，互人流离失散。这等等，拢证明了人类的有限，甲伊的罪过。阮只有更加仰望信靠主你，才会伫这个不安的时代，得到真正的自由甲平安。求你借着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讲明你的真理，互听甲讲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阮将今日礼拜的时间，整个过程对头到尾，仰望交托伫你的手，愿你扶持带领。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圣经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16到30节。和本圣经第82页，台语和日本圣经第69页。现着我来读第16节。耶稣到拿撒勒，就是伊忠诚的所在。伫安息日，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就徛伫要读。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予伊，伊就掀开，找到迄所在记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乡的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到头棒；甲青眉讲，因会得到国光。来头棒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20节，耶稣合册行这事，就坐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伊就开嘴对因讲：这个圣经的应验，恁今仔日拢有听见啦。众人拢干正伊，奇怪伊的嘴所出稳定的话，就讲：这个剑毋是约瑟的囝吗？伊就对因讲：恁的确因这个俗语对我讲：医生啊，你着家己医。既若听见你行伫加别良的，也着行伫遮，就是你的本所在。佮讲，我实在甲恁讲，未有先知伫本所在，互人接纳伊。若是我真实甲恁讲，当以利亚的时，天空限3年半，遍地大饥荒。迄时，以色列中有侪侪酒寡人。以利亚未捌奉车去找因一人，只有去西顿法撒勒找一个酒寡人。佮先知以利沙的时，以色列中有侪侪太古爷，其中无一人得到清气，只有叙利亚人乃曼尔定。第28节，伫会堂的人听见这个，拢满心生气。就起来赶伊出城外，众人带伊到山坎，要甲伊扯落去。若是耶稣对因中间行过，做伊去。这时赞美请小诗班，赞美的诗歌是《遇见你》。
正道今日无事要为咱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带来的自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继续掀开咱手头的圣经，吼，继续掀开咱手头的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30节。啊，那嘛来拍开即个周报第6页，即个讲道大纲的即个部分。毋望咱会当一面听，一面看圣经，倒一面来做一个笔记。伫分享大声，咱个一概做伙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出世是即个新约的时代，就是基督所带来即个恩惠的年，互阮得到自由透放的喜年。主上帝，总是即个喜年的来到，有你要来成就的旨意。有你较早所应允我的，阮的要来完成。恳求主上帝，你通过今仔日你的话语，倒一摆来甲阮提醒，甲阮激励，让主你的心拍开阮的心门，自由运行伫阮的内面，修饰阮亮光，启示阮对你遐来的信息，诚做阮生命的帮助，也诚做教会的帮助。阮将以下时间全然仰望一个手中，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伊讲道，敢有需要遮尔个人员？耶稣讲道，敢有需要遮尔个人员？这是我这段经文看了后，我的感想，因为我感觉耶稣是会堂内底的讲道。小可白目，小可白目。这位弥赛亚，伊讲是像迄咱现代遐个名册相共款，咱讲的爆红啊，雄雄冲伤紧，吼人气真旺，名声真好，受人欢迎，人人学乐。啊，怎笑着起来，怎摇摆起来，讲话无大无细，世界去人得罪。耶稣讲是安尼的人，不过咱必须要来回头想一件代志：受人欢迎，讲话礼貌，人人好，人人宝，敢真正是耶稣来到世间要建立的这个形象？这敢是耶稣伊家己所要爱的这个形象？今仔日主耶稣伊受上帝差遣出来传道。啊！伊若传道不得不失，惊得罪人，安尼耶稣伊都会当讲啥？伊若不得不失，惊去得罪着人，耶稣是都会当讲啥？今日伊若是要互人学了，伊讲啊，伊这人信用真好。我想迄个时代有法利赛人都有够啊！啊，伊若是要互人学了，讲哇，你真会分享信息。我想，迄个时代文士、经学教师都有够啊，拢无差耶稣一个。咱咧主耶稣到底是要出来创啥？伊是要出来宣扬什么款的物件？是路加的即个记载下面，这耶稣那时出来要找人冤家的相共款。路加的记载，咱发现讲，其实耶稣初期伊咧传道的时，是非常受欢迎的。其实一开始伊是非常受欢迎，总是这个气势连面去互耶稣伊家己来车倒，伊将这个气势将家己来车互倒。伊那是要表示讲，我出来毋是要受人欢迎的，我出来毋是要互人学乐、互人欢喜的。咱来看咱手头的圣经所记载的，当一个安息日，耶稣伊进入伊的故乡的会堂。伊甲伊故乡的人做伙一下祈祷、读经、一下分享。我相信伊的故乡的人，特别是伫会堂内底的人，因检采一下哩药，
伊就讲：即个约瑟的囝，伊讲是上帝所应允要来迄位弥赛亚，敢是伊？也检采是安尼，耶稣伊要徛起来读圣经。咱知影讲，咱圣经内底几啊本册对无？对一本毋摕，偏偏就要摕先知以赛亚书安尼教耶稣。其实耶稣刚知影因心内想啥，就清楚。伊知影正人心内想啥，所以耶稣伊就调工献开以赛亚书。经一段正人放伫伊身躯顶的即个期待的经文啦，正人放期待伫伊身躯顶的即段经文，即段经文记载伫咱现代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2节。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2节，即段经文是咧讲啥？我想顶礼拜咱有讲到以赛亚书对无？顶礼拜嘛有讲到，以赛亚书第1章到39章，讲的拢是以色列人得罪上帝，然后要面对的审判甲刑罚。然后到40章到66章，讲的全部拢是安慰的话、拯救的话、应允的话。那安尼既然是61章，讲的就是安慰的话、应允的话、甲拯救的话嘛。所以这段经文是咧讲啥？是咧安慰以色列，应允因讲将来要有一位有上帝的心同在的人，要来到恁的中间，然后帮助恁、引带恁，会当脱离外邦人的手，会当互恁得到透放，会当互恁恢复自由，会当互恁对未来看起光明甲毋茫。耶稣故乡的人，因其实早就听到耶稣的名声，伊嘛只啊传讲，哇，这个人大有气力，讲得大有气力，有上帝神伫伊的身躯顶。耶稣敢有上帝神伫伊的身躯顶？敢有？咱若是按头前来读的话，当行色列约翰大以色列时，啥物会降临伫伊身躯顶？圣神降临伫伊身躯顶，所以伊出来传道服侍，大有气力。众人嘛只啊上传讲就是这个有上帝神伫伊的身躯顶。所以当耶稣伊这段经文读了后，众人注目看伊。只你期待讲你这段圣经读了，你接续落来，你要分享啥物货？你要讲啥物款的道？佮耶稣大人讲啥？耶稣大人讲，今仔日这段圣经，恁听到的这段圣经已经安那？已经实现啦，已经应验啦。咱会当想象，迄个场面是安那无？大家讲是欢喜，只跳跳，就讲耶，迄个人来啊，迄个人来啊，就是伊，就是伊。总是咱知影一件代志哦，耶稣伊的口中所讲要实现的代志，甲众人心内所想讲要实现的代志，敢有相共款？无共哦，耶稣要实现的，甲众人想要实现的是无共款哦。众人所期待想要实现的是啥？是伊就是迄位弥赛亚，要拯救因脱离罗马帝国的手的迄位弥赛亚。要引带因起来，往罗马帝国报仇，然后煞会当重建耶路撒冷，会当恢复到所罗门王迄个时代的荣耀。当众人要到一下足欢喜的时，耶稣继续讲话，真正互当场的人听了，人真倒弹，真正人真倒弹，是安那？因为基本上耶稣接续落来所讲的话。全部拢是伫替外邦人讲话，拢是替外邦人讲话。耶稣讲当当时一句犹太人的俗语，这句俗语是啥？伊讲医生啊，你得安那？恁手头圣经通看啊，讲医生安那？你得医治你家己嘛，因为医生拢医治啥？别人拢无医治家己嘛。这句话俗语的意思是讲啥？
耶稣讲，恁绝对会对我讲即句话，讲吼，你吼若是遐爱帮外人吼，你着爱帮家己人啦。啊，你若无想要帮家己人吼，你着袂当安那去帮外人啦。台湾一句俗语是安那，手巧屈入安那无屈出嘛，啊华语号做胳膊安那向外嘛，吼，手巧屈入。屈入无屈出，意思就是安尼。啊，耶稣伊当然知影正人心内的想法甲期待啊，所以耶稣伊大声讲即句话，是咧预言讲，恁未来绝对会对我是即种态度，恁未来绝对会对我是即种回应。然后耶稣接续伊都讲一句话，伊讲，先知伫家己的故乡安那无受欢迎啊，当然啦。自旧约时代，先知拢一直无受欢迎啊，因为先知出来是安那，伊的所行所做是照上的意思，照上帝的意思，毋是照人的意思。接续落来，耶稣伊咧举两位先知来做例，即两位先知是啥？以利亚甲以利沙，一个是师傅，一个是师仔啦吼，迄种师徒关系、师徒的关系。即两个先知。拢是伫以色列王亚哈王做王的时阵受号召出来宣讲上帝的话。一方面，咱知影讲亚哈王当伊做王的时，以色列不管是经济，不管是国防，拢非常的强盛。意思就讲，即个亚哈王管理国家管理了安那真好呢。啊，恁讲知影？旧约圣经列王记讲伊是好王啊，歹王。伊管理了真好哦，但是伊是歹王啊。伊是歹王，伊安怎是安那？经济就好，国防真好，啊，只不过是全国拢拜偶像尔啦。安尼听我意思无？经济就好，国防就好，只不过是全国拢咧拜偶像尔。就安尼，人民日子真好过。平顺顺遂安尼，啊，结果这神知不时走出来人讲，你爱悔改，你爱悔改。恁感觉安怎？人看到真倒弹、真破格、真顾人怨，对无？日子都好过，平安，国家强盛、丰富，啊，你不时就叫阮爱悔改，这神知你是咧创啥？搁另外一方面，因为国王带头拜偶像。全国的人民拢无要悔改的情形下，上帝的心业甲气力，拢通过先知显现伫外邦人的身躯顶。咱看咱的圣经顶悬，耶稣伊安讲，迄个时阵，以色列因为大饥荒，所以国内造成有济的即个寡妇。总是国内寡妇敢有受到照顾？无。只有外邦一个西顿的所在，一个寡妇得到上帝的照顾，得到通过先知所来上帝的照顾。这位寡妇伊经验到上帝的大气力，是安那？因为先知以利亚讲，上帝叫我来吼，互你照顾。啊，迄个寡妇讲啥？啊，阮兜得剩一束仔油，一束仔米粉。啊，食了，阮就要来等死啊！先知以赛亚讲：你放心，你做饼，互我食。结果，迄个寡妇伊的油甲米粉，安那倒安那用，安那拢用袂完，稳定一直降落。甚至这位寡妇伊也经验到伊的囝安那对死过活。结果，这个外邦的寡妇。是先知以赛亚面头前做信仰告别，伊讲啥？你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上帝通过你所讲的话，逐句拢是真的，逐句拢是真的。这位外邦人，一个西顿的寡妇，既然是先知的面头前安那做信仰的告别，耶稣接续伊嘛讲嘛，迄个时阵。整个以色列拢安那，拢有一个传染病，或者啥？即无讲泰戈病啦，或者麻风病嘛，对无？麻风病
结果耶稣讲，独只有一位外邦的将军，苏利亚将军乃曼得到清气尔。甚至这位外邦的将军，伊嘛甲先知以利沙讲：对打了后，我只有信上帝，我无去拜偶像。总是我做将军的人，我若是陪我的国王做伙耶稣跪拜，恳求上帝怜悯我。以利沙讲啥？你做你放心去。咱看起讲，因为古代的以色列无要悔改，无要认罪，无要仰上帝，所以迄个恩典、迄个救恩，拢临到一外邦的所在，滴到外邦人安那，拢来得救，拢得到恩典。换一句话，耶稣伫迄个当场，其实伊是咧考试以色列，因为恁自过去都无要听上帝通过先知所讲的话。直到一国内有真济无讲伊的代志发生，直到上帝无要定立，有真济寡妇、麻风病来发生。今仔日你看去讲恁的祖先，无要亲近圣洁的上帝，拜偶像。你若唔惊上帝，上帝就互因惊人。其实听到这，正人讲听会出来讲耶稣去甲因考试，耶稣因讲听会出来，啊无因是咧受气啥？因当然听会出来耶稣是咧甲因考试啊，对无？反倒来讲，耶稣敢有你惊因？耶稣嘛无你惊因啊。反正恁的祖先抬先知也毋是第一届啊啦，对无？啊，我身接先知的位，我受害嘛无啥，无差伊一位先知啊，对无？啊，果然啊，这个人听了安那，心内安那，心内安那，足无欢喜，甲耶稣安那，掠去山坎要安那，要杀过去，要害互死。其实咱来想看卖啊吼，耶稣伊若卖遐尼个人话，毋知影偌好，对无？伊圣经若读了，啊，然后照正人想要听的方式来讲道、来解说圣经的话，啊，互人听了真感动、真快乐、真欢喜、真爽快。耶稣讲是会当更较受欢迎，讲是耶稣会当更较受欢迎啊。总是耶稣伫迄个中间，伊要讲的是报仇，对人有怨恨，用暴力的方式来争取自由甲讨棒，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所要赏赐的自由，不只是肉体自由，也包括心灵的自由。所以犹太人足期待耶稣这段经文读了后讲。啊！今仔日的圣经应验伫你的身躯顶，因期待讲耶稣安那来哦，咱来反抗罗马政府、罗马帝国。因你期待安尼的代志，因期待伊会让脱离罗马帝国的捆绑。总是上帝更较愿意做一件代志，上帝更较爱人对罪恶、对怨恨、对苦毒的中间来得到讨棒甲自由。所以，咱看去讲以色列，不管是对旧约，甚至到耶稣来的这个时阵，因拢无法度成做正人的祝福，甚至因嘛真正无想要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成做正人的祝福，这个任务，耶稣就交予上帝，交予啥？就交予耶稣这位仆人弥赛亚来完成。所以，主耶稣基督。伊毋那是以色列的祝福甲中保，伊嘛是罗马帝国甲全世界的祝福，是你是我是每一个人的祝福。阿门。咱来边人讲，上帝是你的祝福，耶稣嘛是你的祝福，我嘛要成做你的祝福。讲了有心虚虚无？所以，当主耶稣伊这段经文读了，
这段看起来那些是温准犹太人起来报仇的经文读了后，耶稣已经清楚来证明上帝在这段经文真正的心意是啥物。咱会看去讲耶稣一这个会堂讲道甲因考试，那你想讲上帝无要听伊的选民吗？主耶稣无要替伊的同胞来设想吗？有啊，上帝当然听伊的选民啊，主耶稣当然为着伊的兄弟姊妹、伊的同胞来设想啊。所以伊伫即个中间，伊才来教示因啥物货才是真正的讨棒啊。咱看咱的经文，主耶稣伊所读的经文，以赛亚61章第1节到第2节，伊最后一句话，伊讲啥？最后一句是讲宣布主恩惠的年，这是现代的这个台语汉语本。那巴克利白话字版本是讲啥？宣传主欢喜的年。这个恩惠的年甲欢喜的年是啥物意思？来到古约，或者喜年啦，迄个华语或者喜年啦。你有听过喜年？唔捌听过？喜年来捌食过无？喜年来就捌食过，喜年唔捌听过。后来咱先到这个古约利未记好无？旧约利未记25章，古约利未记25章第1节到17节。旧约利未记25章1到17节。这25章有记载讲安息年甲喜年的宗教礼仪甲规矩。什么会是安息年？安息年就是掠7年做一个循环，其中有6年你着温群做工，是上帝予你的土地顶面认真做事。然后到第7年的时阵，你敢会使得做事？袂使，你来予土地安那得到休困，你袂当做事，袂当修行。你就想无第7年要食啥？你6年袂当修行修较满的吗？对无？第7年你会当食土地自然生出来才会土产啦。自然生长的这个土产，毋若是即块地主人会当食，得算讲你是奴隶，你是请工，你是出外人，小共款会当摕来食。这是7年做一个循环哦。来到喜年，什么会是喜年？喜年就是过7个安息年啦。所以来99乘法，7偌济，49会过一年，第50年就是安那喜年啦。上帝讲，这个喜年第50年，你来掠伊做成，你来宣布自由。因为喜年的来到，毋若是土地会当得到休困，你做奴隶人，你会当安那得到自由，恢复你原地伫社会地位甲尊严。就是较早你当买的土地，你得无条件还予别人哦。我讲一解，你较早当买的土地，你得无条件安那还予原地的主人。所以伫即个喜年，人甲人之间的关系要来得到恢复，彼此之间敢都有亏欠？无亏欠，敢有怨恨？敢有任何你放袂落的物件？无，完全消除。人爱顺服伫上帝旨意，然后人甲人之间来保护彼此的自由甲生活的尊严。阿们，人甲人之间爱保护彼此的自由甲生活的尊严。你做主人的，你互你的奴隶恢复自由，迄顺探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国是人人平等来徛起，人人平等来徛起。你较早人买土地，即马你得无条件幸福人。其实你是幸福人吗？你是幸福啥？其实你是幸福上帝。土地幸福上帝，因为土地是啥的？土地是上帝的，人不过是伫上帝所收拾的土地顶面
做管理尔。所以耶稣甲伊的同胞讲即句话，伊讲：这段圣经今仔日恁在听的时，已经实现啦，已经实现啦。意思毋是甲伊的同胞讲好哦，来哦，我要带恁起来报仇哦，来推翻罗马帝国、罗马政府哦，毋是这个意思。今仔日犹太人若是安尼做，耶稣若是真正安尼做，我要讲的是犹太人不过是正做另外一个欺负别人的帝国。犹太人只不过是正做一个安那欺负别人的帝国。你较早去互人糟蹋，结果你即马安那糟蹋别人。我当然莫讲即马以色列啦吼，恁家己去看新闻，你家己上网去看，咱来看加沙走廊发生啥物代志。讲是安尼，过去你互人糟蹋，即马恁咧做啥物款的代志？耶稣要带互犹太人，要带互伊的同胞，要带互伊的兄弟姊妹，毋是报仇，毋是怨恨，是赦免。只有赦免，才会当带来真正的讨棒甲自由。主耶稣伊当然即清楚讲，伊的同胞互人欺负，伊当然知影讲犹太人是弱势。是去互人是民土地的，是二等公民，因是受害者。耶稣当然即清楚即种代志，总是伊要爱人悔改，就是一家。伊毋通人毋通存报仇的心，毋通怨恨，毋通满心的苦毒，因为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啥物？上帝的心意是毋万人通过赦免来造成双方的自由啦。我都讲一解，通过赦免来造成双方的自由。因为这个赦免带来讨棒，这个赦免带来和平，这个赦免也来表示上帝国在你的内底的一个记号。我都讲一解，赦免是证明上帝国在你内面的一个记号。所以你特别人讲，咱彼此赦免，讲了真奇怪，咱也无安怎。就是安尼，赦免是上帝国刚好在咱内底的一个记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读先知以赛亚话，伊要举这两位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的例来讲，因为在迄个时代，亚哈王的时代。以色列因无好好来接待先知，因无要听上帝通过先知爱要讲的话。今仔日以色列因若是早就来听上帝的话，安尼因就要得到讨棒，得到清气，得到上帝的感纳。总是咱看去规本的旧约，以色列敢有悔改？以色列无要悔改，无要接待先知。无要听先知的话，反倒伫迄个时代接待先知的是啥？外邦人。听先知的话是啥物人？嘛是外邦人。以色列无要成做外邦人的祝福，上帝就将这个恩典通过先知来降临至外邦人的身躯顶。这个团体无要祝福别人。伊就派先知出去，将这个祝福带予外邦人。今仔日耶稣在这个会堂内底，伊发出一个真强烈的呼召。这个强烈呼召是啥物？过去迄个信仰团体以色列已经失去功能啊，因无法度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今仔日耶稣受上帝的呼召来承接这个任务。要来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耶稣在这中间，甲因邀请讲：恁有要加入无？恁有要加入无？亲像以利沙对伊的老师以利亚相共款，继续将恩典福分带予外邦人。我刚才打掠条的。
你来看，讲上帝的话，万米拢徛袂牢。耶稣发出这个强烈的呼召，我想，咱拢知影讲，对圣经来看去讲，伊的同胞来台拒绝，无想要军队。咱都按较远，也是讲按较现代来看，咱刚知影讲，路加福音的读者是啥？路加福音的读者是谁？四本福音书唯一甲咱讲读者是啥的，就是这本啊，是啥？提俄腓勒大人嘛，对无？啊，这位大人是啥？既然拢叫伊大人，叫他阁下，伊是啥？其实伊是政府官员啦，伊是贵族，伊是这个罗马世界真有影响力，伊嘛当对罗马帝国、罗马政府来得到相当的资源。今仔日路加伫伊的福音书内底，一定按这位提俄腓勒大人。互伊明白一件代志，互伊知影讲，你即马所面对的教会，就是即群军队耶稣的人，因无阁对罗马帝国有怨恨，因嘛无想要报仇，因为因心内的善者一定得到满足，因的心是得到自由，是透放的，而且因为耶稣基督恩典，已经脱离罪的捆绑。因得伫信心的充满下面，信心拍开的心门，来明白主耶稣的话语，明白上帝的启示。对安尼，路加要互提俄腓勒大人知影讲，即群军队耶稣的人，因伫上帝的喜年，就是上帝要互人的大头棒内底，一定得到自由。因的未来是充满光明甲毋茫，因为上帝也应允因未来要搁活，得到永远的啥物货？活命。既然教会人，即群军队耶稣的人，无搁对罗马帝国怨恨，无搁对外邦人想要报仇，那安尼，路加伊要表达一件代志。这位提俄腓勒大人，你真做教会的一份子，你过来你要安怎做？这是路加互这位大人的暗示啦。你遐尼有影响力，你能摕到遮尼济的资源，你都是政府官员，你是一个贵族，但是你嘛是教会一份子。接说你要安怎做？这群人因伫耶稣内底得到丰富，但是实际上，敢有即个善良人伫教会内底，甲社会上有啊？教会内底嘛有做奴隶啊，教会内底嘛有寡妇啊，嘛有即个社会边缘人，遐弱势者啊。路加是咧答这位提俄腓勒大人讲一件代志，搁来你要安发挥你的影响力，或者弱势者会当得到自由，得到尊严，得到心灵的透放。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并无特别要徛伫上迄边。我咧讲一句，这段经文无特别要徛伫上迄边，因为伫路加的福音内底，主耶稣伊咧苦劝遐个想要报仇的犹太人，恁着放乐，恁毋通报仇，爱通过赦免来得到透放甲自由。相时，伊嘛咧提醒遐个统治阶层的人。遐个管理阶层的人，恁应该爱伫主上帝所带来的即个喜年，要发挥啥物款的影响力？恁敢有要帮助教会甲社会上的即个弱势者？恁敢要互因得到平等的对待？恁要互因的生活有自由无？有尊严无？所以这段经文对弱势者来讲，毋通逐工想要安怎报仇，想要达人变。当是统治阶层的人，来用下骹安怎来关心甲照顾，这才是真正带来和平、带来自由、带来透放、属于喜年的信息。阿门。耶稣所带的信息，毋是要叫人安怎烧冤家、烧弄、烧争，毋是爱人和平。
所以是基督内底的自由，主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这个自由，是通过赦免，来得到新心灵的讨放。今仔日你若是愿意讨放别人，你嘛要得到赦免；你若愿意讨放别人，你嘛要得到赦免。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主耶稣，阮的生活在这个恩惠的年，这个喜年的内底，总是安尼的一个境界，也未完全成就。人甲人之间的迄个关系，有缘无到伫主上帝你所毋望的安尼，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然后每一个人拢有自由、尊严来生活。主上帝，但阮在座每一个人都回应主耶稣的呼召，要来军队伊，将安尼和平的三听的好消息来传讲出去。也愿主上帝，互阮教会大声来做安尼款式，互教会伫社区内底。互人看去光明、洽通、和平、甲自由，伫这内底，互人欣赏，互人想要加入，嘛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教会发挥影响力，来关心社会顶遐弱势者，遐需要帮助的。主上帝，愿你上帝国的形象会当通过堂教会来显现，做光做盐。我们所做的，拢当荣耀你的名，嘛来以利益一众人。主愿安尼向你恳求、祈祷、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第324首，我做激动，无得提示。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奉献，这是咱来奉献，请林富祥技师、吴恩仁技师来书献。起立，金凤的诗。报告，伫报告台上，咱先来读今日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读两遍。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良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到头棒；甲青面讲，因会得到国光。来头棒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请。互我传福音，互丧良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到头目；甲青面讲，因会得到国光。来头目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请
且掀开周报第1页，7月份特首的中职，甲后礼拜4方人员，请咱来注意。后礼拜是咱福音主日，所以2场合并，伫10点开始吼，请咱特别注意。有参加第1场的，爱特别注意这个时间。教育部的课程，甲主日学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来底。周间的聚会，各团契的时间，请咱来家己来看来注意。教会小组的聚会有一个经证吼，关府小组关府区，这是改做伫7月27拜一拜一这个时间请咱来注意一下经证。第3页，方面的名册，请咱家己看，若是有错误，请向办公室来更正。第4页，消息报告。本主日，环球圣经公会有请来咱本会来摆设这册塔册塔的项目有圣经，甲伊各种的这场的好的册，欢迎咱等下聚会煞用到在4楼外口招待这个所在伊有摆这个册塔欢迎咱兄弟会当来去甲伊参观购买。第二项，礼拜结束了后，705教室要举行得胜者改选会长，请得胜者同工出席。第3点，中昼12点伫9楼要召开主日学的会议，请各级的主任、主教的老师甲教务同工出席。第4点，这个时间有经证下昼12点半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第5点，8月初1，拜六暗时8点伫701要举行社青团契会长的改选，请社青同工准时出席。下主日8月初2，拄仔报告8月初2是咱的福音主日，所以呢，第1场甲第2场的时间，咱是合并伫10点开始伫遮要特别请咱兄弟爱注意，咱是邀请福音的艺人叶欢姐妹来咱本会分享生命见证。因为伊伫8点半到9点半有这个备班的时间所以4楼。除了咱即个服侍同工咱会先暂停即个进空1点钟，所以咱若有较早到的兄弟请到6楼的即个副堂来准备即个请咱爱特别配合所以8点半到9点半咱这4楼的所在会先进空啦特别请咱兄弟用邀请无道友、好朋友来共同参与咱这个福音主日即天的礼拜，下主日下晡1点要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定期8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会。小会消息，第1点，10月初4是咱本年度的临时互会，在职的会员请到4楼咱礼拜堂外口有即个中职的选票，有选票。有选票的时间是伫8月16中昼12点来截止。请咱将有选票投入伫4楼电梯边仔即个投票箱内底请咱还未领有选票的兄弟会记得去领。第2点，2020年的这个团契会长的改选，干选长老的名单伫下面这所在请会长确定日期了，甲干选长老来联络。这年度制也是学期制，请咱家己来看。第3点，这是一再拢有强调的所在啦但是伫遮我要特别来报告一遍请咱来注意教会有关防疫新生活内底规范这嘛毋是讲干那咱教会有安尼规定，这是政府有即个公文来互咱请咱一定要来配合第一，进入教会大楼，请
请戴口罩，吼，喙安，大家讲喙安啦，吼，爱去戴口罩。第二点，进入了后，请伫1楼，吼，咱拢有同工伫遐要量耳温，吼，啊，甲喷洒酒精，吼，消毒双手。第三点，吼，啊，如果超过咱37度半，也是讲身体无爽快，吼，请伫厝诶休息，吼，啊，看咱诶线上礼拜。第4点，这麻烦咱兄弟啊特别配合，吼，因为这吼政府嘛规定讲，咱若有大型诶团体聚会，吼，啊，咱入来在礼拜堂进前，请咱就刷卡，啊，无就是要签名，吼，这是实名制、10年制，吼诶规范啦。小使咱兄弟你卡票判决诶，吼，请到6楼办公室来补发，吼，这个一定要请咱配合，因为这有政府伊诶规定啦，吼，所以咱一定爱来配合来做吼，啊，咱即摆座位吼，座位已经是改做一字形吼，啊，到月底后礼拜吼，会可能会开放，拢甲咱即摆即个社交距离即个吼，会该取消，但是呢，取消了后，咱一定要戴口罩，吼，遵照这规定吼。这是有关防疫生活，因为这伫国外目前吼，疫情还无受到控制，还真严重吼，台湾拢控制了真好吼。所以请兄弟一定要配合这个部分。第5页，教会消息，财务部报告，有关政府吼颁发这个振兴券吼，本会吼较歹处理啦吼，所以请尽量莫讲用迄个振兴3倍券来奉献，吼，因为这对财务部较有一个困难啊，当然是会使啦，只是讲较麻烦啦吼。教界消息，第1点，第14届主日学老师的任命培育生活营吼，主题对象时间、地点甲费用，请咱家己来看。第2点，台湾女子神学院姓名甲任命的学程，同款，请咱家己来看。第3甲第4点，请咱家己看。好，因为后礼拜是咱福音主日的关系吼，所以咱这个8月份的这个生日的庆生会吼，会改伫8月初9吼。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相信咱的周末内底拢有业一张，即个后主日即个福音主日的即个宣传单啦吼。啊，请咱毋通感觉讲教会做代志，较安尼重复做啦吼。因为咱知影讲，咱的赖群组公布栏拢有传即个。电子版的即个海报对无？你想讲你用传互你的朋友啊吼？我想讲，即张毋若是要互你，其实嘛是要互别人的。吼，所以即礼拜相共款，你检采转去你的社区，还是讲你有社区的公报栏，你若稳准会当搭去，你就来搭去哩，继续来做邀请，继续来邀请咱的慕道友、新朋友来参加即个福音主日，安尼好无？好无啦？讲无要插话，那小真无支持呢。即张转去爱会记一个吼，毋是早转去互包便当的吼，是要叫你去邀请别人的吼。好，来，搁提这一届后主日几场礼拜？几点开始？好，爱会记一个哦。以上。上阳圣溪第400首。主日来请你，请咱唱。上阳煞请牧师接导。愿主临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我主属你心心的爱你。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呼召阮出去分享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要互人得到自由、逃放以及看起光明。所以主上帝，阮需要你的开力，阮愿主上帝，你的主爱。你的欢喜的面常常照阮，阮靠无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常常成做阮的开力。得愿信心的帮赞引带，会当互阮将即个喜年所带来的恩典自由分享互人，互人享受即个中间常常回头学了主上帝你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平安礼，请咱起立彼此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广受福。